麻糍定件啊，大部分拢是红豆、土豆、麻。毋过伫台南中正路顶的麻糍店，就将麻糍甲冰淇淋结合做伙，运用鲜活的麻做成冰淇淋，包入去 Q 佮软的麻糍内面，一推出就受到好评。我们也想说，把最天然、最好的东西呈现给消费者，所以我们就研发了试很多次，然后用了这个最好的冰淇淋都是用当地食材做成的，然后结合我们的麻糍，然后用手工试着将它包进去，用在地的美食跟在地的原料呈现给消费者。汤义祥过去曾经做过刑警，接触的大部分拢是硬冰冰的案件，如今转换跑道了，开启人生的另外一片天。也因为伊本身就热爱美食，所以开始透过部落格来写文章，互更加侪人会当来分享台南在地美食。就是因为自己很喜欢吃嘛，然后因为本身又是做吃的，然后后来有就是吃着吃着觉得有不错的东西，就想说写出来，让更多人知道说台南在地的一些不为人知的一些小店面，但是它的东西跟它的产品跟它的吃的真的是水准之上，所以就试着写一写，然后不知道写了之后大家都很支持这样。外形各异的汤义祥用伊 Q 版人像当作 logo， 更加应用台南人的饮食习惯，时时调整口味，希望每一个人伫食麻糍的时阵，拢会当感受到伊的用心。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。